相传，乙国当朝丞相千金，名叫苏冉冉。他出生之时身带剧毒，后得高人相救，大难不死。苏冉冉在丞相大人和母亲初阳公主的呵护下长大。爹爹输了，咱俩，哎呀，爹爹又输了。苏家人丁兴旺，苏冉冉更有9个堪称人中之龙的哥哥。我劝你还是识相点。长子苏毅，招还是不招？人称笑面虎。次子苏绰，当代华佗，悬壶济世。三子苏泽，剑术天下无双，生性淡泊，与世无争。四子苏嘉，身形矫健，力大无穷，精通各派拳术，独创一门，成为一代拳师。五子苏南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文善武，京城大家闺秀无不爱慕。六子苏圭，御膳房主管，做尽天下美食，皇帝赞不绝口。七子苏简，女工出神入化，皇亲国戚纷纷慕名而来。八子苏芮，书法大家，绘画技艺亦无人能及。多少人花重金，只为收藏他的真迹。幺子苏颂，满腹经纶，博览群书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年纪轻轻，已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举国上下慕名而来拜师学习的人，络绎不绝。另外，在苏冉冉身边，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绝世佳人——苏冉冉的表姐梁天，人称女诸葛。她精通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真是才貌双全，举世无双。而苏府众人的平静生活，甚至整个江湖，都即将因为苏冉冉心血来潮的逃婚而被搅得波澜四起，鸡飞狗跳。师姐啊，你可千万要拖住我的3个哥哥呀！拜托啦，走，小豪。唉，兰花呀兰花，当初你的花种还是二师兄送给我的呢。转眼都过去3年了，等你开了花，我就到山上去找二师兄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不好了！你爹派你哥哥们接你回家成亲了。什么？成亲？小师妹，九师兄身在京城，甚是想念你。听我爹说，丞相大人与秦将军已经在圣前为你和秦二公子定下婚约，闹得京城是沸沸扬扬。不日，你的诸位哥哥即动身前往太乙山接你回家成亲。
不要再跑了，妹妹！不追，我就不跑了。妹妹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！你们别追了！妹妹，别跑了，小心啊！妹妹，哎，别跑了！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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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能跑呢？哎呀！妹妹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哎，是你，我妹妹呢？哎呀，非礼啦！快来人呐！九师兄，多亏了你的通风报信，才让我有时间和师姐谋划我的逃婚大计。哎，苏冉冉这个猪又迷路，叫他在山下等，山下等。哎，哎，小二，你也来找冉冉？这个笨蛋一向不认路。岳灵宫有人闯入。什么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天黑之前找不到小师妹，你们就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！哼！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怎么办啊？看来情况有变，快走！小毛，我们应该是往前面走，还是往下面走啊？应该是往下面走。走，小毛。小毛，快走啊！再不走我们就下不了山了。这头蠢驴，今天怎么比二师兄的踏尘跑得还快了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夫人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。哎，今天老秦来，又是来催婚的。那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自盛前结亲之日开始，他就3天2头的往这儿跑，冉冉这，冉冉那的。冉冉回来没？冉冉吃什么？他还跟我说，他们就秦朗这么一个儿子，冉冉嫁过去要把她当女儿疼。我呸！这还说以后再也不用听我炫耀女儿了。哼，这个老家伙，气死我了！老秦在大殿之上帮你解了那么大的围，要不是他，冉冉就会被皇兄派到边疆去和亲。那还不是那个周丞相给我下的套啊！冉冉是皇兄的亲外甥女，他肯定不愿意冉冉嫁那么远。关于边疆问题，主战派的周丞相和主和派的你斗了那么久，皇兄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啊。要是让冉冉嫁那么远，我就咬死那个周伯承。所以老秦也算是在危难时刻救了冉冉，说咱们两家早就缔结了婚约，皇兄这才找着台阶顺水推舟。而且听闻他家二公子秦朗家教甚好，懂事有担当有礼貌，应该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你是以为我就愿意这么让冉冉随便嫁了吗？冉冉从出生就身中剧毒，咱们是多么艰难才捡回来她一条命，后来再次发作，被迫送到太乙山医仙谷去。3年前又发生那些事情，因为素女的一句话，让我3年见不着女儿。哎呀，这冉冉的毒也是一言难尽嘛，是吧？当时让她留在太乙山，也是为了她的安危着想。哎，老吴已经捎回信来了，不出3日，他们就要回到京城了。现在岳灵教入侵太乙山，这是他们回来的最好时机。江湖纷争，当年的我是受够了。现在如果让冉冉遭受同样的痛苦，我真的是比死了还难受。哎呦，
好了好了啊，都过去了。都没过去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我只想让冉冉嫁人生子，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。我都这么久没见冉冉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多跟她待一会儿吗？当初我父皇不也不愿意让我嫁人吗？可你还不是把我保护得很好。或许秦家二公子应该是个不错的女婿人选。哼，跟我比，他可差远了。恭迎少主归来。请问您这是？再不让我出门，我是娄家堡管家，求见苏我丞相。就真的大病您稍等不起了。好机会啊！七哥跟我说过，往集市走是左转还是右转来着？啊，左转。少主，大管家已前往宰相府。知道了，让大管家先和他们周旋周旋，我出去转转。是。这。这集市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越走越荒凉啊？我好吃的包子呢？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位公子，请等一下。姑娘，不知喊住在下，所谓何事？公子，请问京城怎么走啊？京城在我的后面呢。啊？哎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想去集市吃个包子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你笑什么呀？我没笑什么呀。如果姑娘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啊，那个，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啊？那个，公子，请问你去往何处啊？我去往京城。啊，那公子，你能不能，能不能，那个，公子，公子，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我的爱马呀，它腰不好，驮不了2个人。啊，这什么蹩脚的借口啊！我能有多沉啊？可我又不认识你，万一你要是个骗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哪里像骗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还怕我一个柔弱女子啊？而且，我好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。大家闺秀子，大家闺秀就可以随便上男人的马吗？
这不会就是秦将军下的聘礼吧？应该不会。将军府与丞相府两家成亲，礼数是第一位，怎么可能直接把彩礼送来呢？走，问问娘去。嘿，站住！三哥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表姐正陪着妹妹呢。自从上次妹妹得了风寒，娘亲就禁止她外出，天天啊，无聊得紧。你就让他们两个姑娘家说说贴心话吧，啊，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走，三哥。一大早就有人来敲响了门，当值的以为是老秦送来的彩礼，便迎了进来。秦将军虽为武将，但向丞相千金提亲的礼数必是懂的。怎么能不提前通报就把东西送过来？绢300匹，锦彩60匹，钱300万，酒60壶，玉璧5枚，虎皮10张。老爷、夫人，娄家堡大管家上门拜访。娄家堡？确实是娄家堡。自从娄老堡主去世以来，我们两家来往甚少，怎么突然？无论如何，娄家堡对我有恩。我们先看看怎么回事。请他们进来。是。请。啊。小人特奉我家少堡主之命，前来拜见公主殿下、丞相大人。大管家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大人、夫人，我家少主近年来游历四方，近日刚刚回到京城，特派小人前来提亲。提亲？里边请。请。来人，看茶。是。是上次落水的那位姑娘。这个人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？去。就。多谢公子。我一路把你送回家，还给你买包子吃，请救命恩人进屋喝口茶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什么救命恩人呐？你别夸大其词好不好？哎呀，原来丞相府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呢。什么小人呐？你说谁啊？恩人，小女子恳请你去府上喝杯茶，歇一歇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娄家堡屹立于江湖数十载，属于朝廷管辖范围之外。娄家号令一出，江湖上所有的人皆为娄家堡马首是瞻。当年魔教入侵我朝，也多亏娄家出手相救。正是，娄家堡对我有恩，出洋时刻铭记在心。大人、夫人，这都是娄家堡的责任，不足挂齿。大管家有所不知，我家冉冉已经许配人家，与护国将军二公子定了亲，所以……的确，我家小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将军之子，皇上亲口指婚，君无戏言，皇命不可违呀。喂，喝茶不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拜见少主。大人、夫人，请容我引荐我们娄家堡少主娄轩。拜见丞相大人、夫人。晚辈娄轩这次特意上门提亲，望大人夫人成全。好，娄少主不必多礼。娄少主，刚刚我也和大管家说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女已经
许配给秦将军的二公子秦朗，这个晚辈知道。那，大人、夫人，我们娄家堡隐匿于江湖这么多年，对于礼数礼节已经渐渐的生疏。如果有不周不敬之处，还请二位海涵。哈，哪里。大人、夫人，这次我确实是上门提亲，但是不是您的千金，而是府上的另一位小姐。表姐。大师姐，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想烫死我呀？大师姐啊，大师姐，吃块瓜吧。这还差不多嘛。不错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洗啊！洗不干净就要洗1个月的衣服，听到没有？是啊，大师姐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师姐，那上面飘下来一个腰带。快，把它抬上来！快，把它抬回去！抬哪儿去？抬山上去吗？来不及了，去后山小屋。哎，好，来，快！走。放你在外整整3年，是不是也够了？你还在怪爹3年前没有派你去镇守边疆，害得你哥哥被魔教所杀。孩儿不敢。你娘死得早，你哥哥作为将门之后，远赴边疆报效国家，谁知现在咱们秦家只有你一人可以继承武将之职了。爹老了，你也该回来当家了。爹，魔教盘踞西域几10年，多次犯我边疆，哥哥又惨遭魔教杀害，一日不平魔教，孩儿一日心不安。魔教教徒众多，声势浩大，皇上对讨伐魔教一事也非常重视。这次召你回京，也不是让你就此罢手。咱们
还可以从长计议。只是你早已到了适婚的年龄，该为咱们秦家添丁了。爹，苏丞相是朝廷重臣，宅心仁厚，与咱们家又是世交。苏家小姐是苏丞相和初阳公主的掌上明珠，性格活泼，家教又好，是万里挑一的大家闺秀啊！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你的终身大事，一直是爹的心病啊！你考虑考虑吧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你是说你在京外的荒郊野岭遇到一个人，求他带你回家，结果这个人正巧是今天上门给表姐提亲的娄家堡少堡主？有这么巧的事？绝对没有。你们说，表姐真的会嫁给那个娄轩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指望那个只会射箭的木头能做些什么了。我不想让表姐嫁人，更不想让她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娄轩。那个娄轩深不可测，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。娄家堡势力盘根错节，从不在乎什么俗世规矩，也从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为何今日要和丞相府的表小姐结亲呢？娘亲又增派人手了。哎，小姐，那个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出府一趟。小姐，夫人特意嘱咐过，小姐想要出门，我等必先禀告。不用去禀告娘亲啦，我真的只是出去转一转，马上就回来的。小姐，夫人有令，小姐您是大病刚好，不宜出门。什么大病啊？就是有点风寒嘛。请小姐回去。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，也不让我出去玩，娘亲也太狠心了吧！我给你生了9个哥哥，找他们去。哎，大哥，今天带我去刑房看看吧，我想看看大哥的威风。石头剪刀布！妹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还是找老七玩去吧。啊，哥先走了。哎呀！妹妹，下次可不可以小心一点啊？
看什么呢？别过！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。”不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和面不仅要注意节奏，而且啊，你还要注意力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才会又好吃，又能做出漂亮的糕点。知道啦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来。哎，你怎么还挪我呀你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支小小的带笔。在京城，带色五花八门，什么带黑啊、带青啊、带蓝啊、带紫啊，那噱头够响够亮，可一抹到眉毛上，全都土得掉渣，哪像我苏简啊，我可是京城第一。哎，妹妹，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来帮姐姐们描眉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七哥，还是你最好，怕我无聊，一直陪着我。那怎么表示表示？妹妹真乖。来，你画这个姐姐。好。妹妹，怎么样？看。大哥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、九哥，过来陪我玩。我还要看书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位爷，一个人吗？公子，让我们来，我们一起喝。哎呀，咱们一起喝吧。公子，这边请。来，公子，坐这儿。公子，我们伺候你啊。公子，来一杯嘛。来嘛！哎呀，你小心点啊！没人。走。说什么疼我？其实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
拼了！哎呀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依照娄家堡的财力跟势力，怎么会跟丞相府的外甥女结亲呢？娄家堡向来黑白两道通吃，朝廷都忌惮他们3分，也鲜少跟官宦人家来往。这突然上门提亲，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而且我们跟秦家，我们2家现在处境非常微妙。自从定下婚约以来，2家没再提过，可皇命不可违呀。现在又多了个娄家堡等我们回复，真是焦头烂额。老秦那边不着急啊，就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会儿。可至于这娄家，莫非这个娄少主听说咱们天儿冰雪聪明、端庄秀丽，慕名而来？那是，我们家天儿可是万里挑一的好姑娘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她跟咱们家老三。就是啊，这俩孩子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我还一直希望天儿将来嫁给我们老三呢。哎呀！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上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
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祈愿符嘛，祈愿符，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15个。什么？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。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哼，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保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啊！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！哎，赶紧去啊！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
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保佑。你是谁？你别怕，我叫杜瑶冰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有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你看你生得这么标致，脾气倒还不小。我好心救了你，我还没问你是谁呢，你就问我，你不觉得应该有个礼尚往来，先来后到吗？你呀，现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我要是想取你性命的话，就不会留你到现在了。哎呀，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是我杜瑶冰既然救了你，不把你治好，我是不会放你出这个大门的。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做，你要是跟我耗着，我就跟你耗着呗。好吧，那我出去帮你看看熬的药好了没有。哎，姑娘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了，我杜瑶冰的人品，在这太乙山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字。姑娘，我遭仇人追杀，流落于此，请姑娘勿向他人透露我半点行踪。放心吧，有我保护你，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汗毛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！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
父亲，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六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亲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爹娘，可是有什么要事发生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老爷、夫人、小姐、表小姐马上就到。娘亲，爹爹。哎，冉冉，乖。天儿，舅舅、舅母，冉冉，你爹与我一直希望你跟天儿一样举止大方、彬彬有礼。可是你自小身体弱，我们也就随你去了。可如今你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，也该学一学礼数了。娘，妹妹天性活泼，要是把妹妹变成天儿这般，那妹妹也就不是妹妹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娘，你看妹妹这个样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倒是还想娶一个像妹妹这样的妻子呢。是啊，你上哪儿找像妹妹这么可爱的女子去啊？娘，您既然已经有一个像表姐一样的女儿，何必再要一个脾性一样的女儿呢？就是，弟弟们说的对，别再为难妹妹了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们家冉冉现在就挺好的。对啊，都给我闭嘴！给我点面子，孩子们都看着呢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冉冉学就是啦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你看冉冉多乖呀。
成亲之后是有很多规矩要守的。那现在就放纵一下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是啊，说的对，就是对啊，对，就是。冉冉，今日早朝后，你爹与秦将军商量，你与秦朗的成亲日子定在了8月15。爹，怎么可以出卖我？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不想啊，女儿。可是娘，妹妹嫁人，我们哥几个可都还没同意呢。就是啊，还没同意呢。都给我闭嘴！娘，距离婚礼的时间这么短，需要准备的东西又这么多，万一有所遗漏，有损咱们苏府的颜面，不如给婚礼筹备多些时间吧。是啊，老五说的对，我们苏府就冉冉和天儿2个妹妹，还请爹娘慎重考虑。我已经请到了京城最好的喜娘，你从今天开始就在府里待着，不许出门，跟着喜娘每天学习规矩和婚礼的流程。天儿，你既然答应了娄家宝的婚事，你也学着点儿，顺便监督监督妹妹。是。娘，你真的答应娄家宝的亲事了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。可是表姐她……行了，冉冉，我警告你，不许说出大家闺秀不该说出的话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我说妹妹，你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什么状况啊？8月15，你知道8月15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啊？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。离8月15还有20天。什么？还有20天？我就要嫁人了！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想的都是什么呀？还有心思去管你表姐的婚事？我什么我呀？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，我的小祖宗！我真的要被娘亲嫁掉了？娘亲真的要把我嫁出去吗？娘亲她舍得吗？舍不舍得的，你上午又不是没听见。哎呀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妹妹，你过来。哎，也让我听听啊！就说咱们妹妹，这能行吗？不行也得试试啊。怎么样？娘亲说了，妹妹一心向佛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娘还说了，既然妹妹不想出屋，那就不出，悄悄木鱼静静心也挺好的。那就晚点让喜娘再来。不想吃饭呢，那就不吃。反正成亲之日，还是要瘦瘦的才好看。娘亲还说了，这么烂的主意是谁出的？哎，娘亲本来就是这么说的。妹妹啊，看来这戏你还要继续演下去才行，不然娘亲不信呢。五哥、七哥，你们先走吧，别管我，就让我在这里敲木鱼吧。那我们再去找大哥商量商量。好。妹妹，那你多保重啊。哥哥晚一点再来看你。走了，走了。
哎，您看我们还是谁特别好？来，咱这样使劲看，挺结实啊，哎，姑娘，来一个吧。哎呀，小师妹今天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出来见我呀？哎呀，小师妹，我这进也进不去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狗洞我也钻不了了呀。九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小师妹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疼死我了！九师兄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跑得太急了，就没看到你。没事没事，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？哎呀，还说呢，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？我就偷偷的跑出来了。九师兄，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！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，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。但是我实在是钻不进去。怪不得呢，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，何况是你呀！走，陪我逛街去。哎，师妹，这边啊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这妞有点意思啊。哎，伙计，姑娘，你需要买点胭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看到外面那个牌子。哦，我这儿正好缺一个姑娘来帮我招揽生意。姑娘，你刚到京城来？啊，是。哦。姑娘的家住哪儿啊？我从西边来。西边？就你了。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金英。金英，好名字。小九，哎，带金英姑娘去吃个饭去。好嘞。谢谢掌柜的，谢谢。这边请。来，您看看。买一个吧。不要。您慢走。来，小姐，看看喜不喜欢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高管领老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这姑娘，这过往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记得住啊？啊？怎么了，小师妹？他是不是多收你钱了呀？不是的，九师兄，上次我出门没带钱，就把一块玉抵在这儿了。老板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你把玉还给我吧。姑娘，那天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就来了一个公子，非要你这个玉佩。哎呀，这人高个子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给他了。个子很高。要说个子很高的话，你家的哥哥个子都挺高的呀。要说人高马大嘛，那只有你4个了。你回家问问不就得了？是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包。啊。来，姑娘。谢谢老板。走。哎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上一次没顺利挂符，这次我要把师姐的也挂上，还有二师兄。就没有我的呀？当然有啊。谢谢小师妹。小师妹，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要不把这些都给买了吧，然后把它们搬到太乙山上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下山啦。您又来这儿巡街了？呵，
是啊，亏你们最近才没有命案呢。哪里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慢走啊，秦都尉。慢走啊！怎么了？干嘛跑呀？先躲一躲再说。这怎么？救命啊！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？抓起来！小师妹，都怪我，要是我不走，在那儿陪着妹妹，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倒好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她还不回来，我真担心她会遇到什么危险。三哥，你去岳府打探一下，看看岳老三在哪儿。如果见到他，问他是否见过妹妹。冉冉平时虽然调皮，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。我怕他出事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。苏姐，坐下。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，无非是让他们担心。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，我们兄弟几个出府去找，切记别让别人发现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那你们去，我去冉冉房间。如果他回来了，我就放消息给你们。哦，走。你们去东城找，你们去西城找。老五，咱俩去南城。好，快走。我猜你会来。他在哪儿？他出门未归，我怕他出事。希望你能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喝呀！在这里，万春感谢大家的再次光临。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春眠不觉晓，年方16，初睡未醒，请各位爷赏鉴。不错，这身段前凸后翘的，挺好。好。哎，这姑娘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下一位为大家呈现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年方18，娇艳欲滴，请各位爷赏鉴。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晚。哟爷，我还以为这个月您不来了呢。不过今天您还是赶上了。您瞧瞧，这是这个月最好的券了。这位我要了。客官真有眼力。
您难得拉一回铃声，还被别人抢了先，要不您等下个月？我只要他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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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没有。岳峰不在家，岳府的人也在找他，看来得抓紧时间找了。走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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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跑啊？住手！别来！住手啊！你不是会跑吗？你哪儿跑啊你？打了这打住手！别打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全都给我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救救我小师妹吧！你小师妹是谁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什么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阁下是？我是岳峰。你跟岳家什么关系？我是岳家的老三。你们几个留下来处理他们。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哎，这边。你查清楚了，真的是那位爷？不可能错的。这就怪了。玉姐进的就是他的包间，不会错的。这位爷在每次的拍卖会上从不点姑娘，可是出手阔绰，总是来往于各位爷之间。虽然这些个爷之间从不来往，但是唯独与他不结吻，所以连玉姐也一直忌惮着他。我一直以为他来我这儿是另有目的的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婉晨姐，不好了，外面被官府的人给包围了。就是这儿，小师妹，人呢？人呢？之前还关在这里呢。这。没想到京城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看来啊，以前都白活了。我一定要彻底铲平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。那我小师妹怎么办？据胭脂铺老板交代，杀黑市老板娘玉姐的是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月灵宫的日轩。月灵宫，日轩，他们跟我的小师妹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现在就朝着带走苏冉冉那个人的方向去追。根据万春所交代，这个人是在苏冉冉被拍卖的时候才出现的，然后才杀的玉姐。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，这个人想要的是苏冉冉。啊？然后我贿赂了那个送牢饭的，才得以偷跑出来，然后就遇到了秦朗，然后我就带他去救小师妹，可是小师妹她被人带走了。啊？被人带走了？带去哪儿了？听那个老板说呀，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王爷给拍下了。什么？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，派人马去找冉冉？不行，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妹妹还去了青楼。哎呀，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妹妹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带走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去追啊！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，扒皮抽筋才好。更不行，这样的话，妹妹的名节就全毁了。这不行那不行，命都没了，要名节还有个屁用？妹妹上青楼，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？要是将来秦老二敢嫌弃她，那更好，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伺候一辈子。我反对，小师妹的名节绝对不能毁。你懂个屁！反正就是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，要不是遇见危险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，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？
你以为我愿意啊？现在小师妹被人卖了初夜，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。现在这事情能大张旗鼓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这初夜什么？初夜！行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让边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他动粗有什么用啊？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。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是秘密而来，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那就说明这个王爷一定是带着妹妹立马离开京城，绝对不会过多的逗留。哎，对，秦朗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现在马上派人去城外搜索。秦朗还说了，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，也可能去找小师妹了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时间不等人，咱们赶紧。我们来晚了，看来日勋已经把妹妹带走了。那妹妹她，放心，她不会伤害妹妹的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他们之前在太乙山已经见过了。秦朗说，秦将军那边他会先瞒着，但也瞒不了多久。他也会帮忙寻找小师妹的。我的妹妹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老七，你消停会儿吧，烦死了！我忍不住嘛。你，还有你，怎么看着妹妹的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准备瞒多久？爹，娘，冉冉已经脱离危险了。啊，那妹妹呢？妹妹呢？怎么样？那人呢？等一下，等等我！
是你救的我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想回家。别说话，睡吧。真香！我最喜欢茉莉花啦，谢谢你啊。你怎么知道茉莉花捣碎是药材啊？你受伤了啊？你干什么？谢谢你救了我。我被人灌了药，体内又有毒。还魂丹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素女师傅特意给我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药能解我的毒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已经派人去苏府，给你家人报平安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别动。待会儿啊，你一定要帮我跟苏家兄弟们说清楚，我是怎么一路艰辛跑出来，找到你去找小师妹的。正好我也去找苏大人，把妓院的事情说清楚。太好了。哎，小师妹非得嫁给你的话，我也认了。哎，表姐。表姐。表姐。表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娄家堡。你是不是请你未来的夫君帮忙找小师妹啊？嗯。那赶快去吧。表姐，你慢点。他是梁天。对啊。苏冉冉，苏冉冉，苏冉冉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。
二师兄萧慕尘的剑术套路这么像。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二师兄教我的。我之前在太乙山的时候不爱练功，但是只有跟二师兄练剑的时候特别有意思。还来不来了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不用管我的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谢谢你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跟那个日轩是……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不问了，你不用说。他叫阿如。你看，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我这么久没回家，我爹娘和哥哥们肯定都急死了。多亏了你的照顾，我的伤也好了，所以我必须得回家了。哎，你不用送我的，我可以自己走，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。你在青楼救我于危急之中，我苏冉冉铭记于心。可是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啊。要不咱俩来猜拳吧？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就让我走。